来看高雄的左营传出阿婴仔红烈态死亡，一个姓赖的查某人甲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同机哦，可能是因为当满月后生定定妈妈好，所以动手拍囡仔。阿婴仔伫18就出现抽筋、袂声喘气的状况，送病院。其实这个囡仔伫送病院之前就已经无喘气咯，法院嘛甲这两个大人羁押禁见。 徛家内底电火光光，煞无看到有人出入。高雄左营即户徛家传出苦毒翁仔造成死亡的事件，一个拄啊满月翁仔疑似因为妈妈乱生女子，甲5岁当机林不满翁仔定定好着动手搭拍。18翁仔出现抽痛、喘气、精液等状况送病院，但到院进前就过往去啊。多几个人呀？男生是本来就是在这里，然后那个女方是最近才过来而已，我们很惊讶，因为这男子平常蛮乖的啦。 里长甲当地徛好拢对案件感觉真意外，但这毋是乱生女子第一个互拍的囡仔，伊阁有一个1岁的大汉后生，去年底互亲生爸爸拍成重伤，由社会局安置当中。亲生爸爸以杀人未遂等罪嫌上班，想袂到第二天拄啊出事无偌久，阁疑似互拍死，毋但头骨出血，身躯嘛有真侪伤痕，检警接到通报介入调查，调阅及查扣相关物证。 并进行手机数位鉴识。检察官讯问生母赖姓女子及其同居人吴姓男子后，认2人涉犯《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》刑法第277条第2项之成年人故意对儿童为伤害致死等罪嫌重大。检方认为乱生女子甲5岁当机人罪嫌重大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根据社会局的了解，翁仔拄啊出事的时阵，原本是由妈妈乱生女子甲阿公阿嬷照顾，最近因为乱生女子搬去。 甲5岁男子同居了后，才会发生这个案件。后续会配合地检署侦办。记者陈焕宇、面交关高雄报道。